妹23年代，佢当日草地躺下，天时对天一台，转到最每一台，都冇看到乜嘅新世界。細後啊，順了順都喜愛睇大片，當日冇事情，如冇人陪家己，生活遲到都冇了，從下遲到身體該回頭，掠回頭。是做得條個畫手機，看下那順後有乜嘅新奇嘅事情發生冇？好點點，慢慢發現了一隻動好高嘅 APP， 地步度就動到人到細啊狗兒做得熟事。哎呦，你動讚，地步度動到細啊狗兒，動到帥哥呢！來最後你一隻咧，全本機攞去打嘴鼓一下。佢動好愛耶，動中人愛耶，哎呦，愛維修啦！好啦，你咪動中人意啦哈！哈，阿強，如果愛你哦，哎呦，該咪愛你啦哈！春天又來咧，又會暗紅啊！好啊，當然未好。嚇，八戒，劍指卡到海關咧，哎呀，唔怕，阿母天水到咧，全部你哈。主子，你是根本愛情嘅老二片咧。八戒，唔係啦，邊度係個男朋友呢？係老二啦！用個啦，愛情嗰個世界到底我用個啦！怎麼辦啊？可能愛怎麼辦？嘿，什麼？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就對了。我講係啦，看到應該咪上你啦。講緊乜嘅花？哎呀，是為結婚嘅應該冇興趣啦。啊，好，走得好啦。你基本要分享嘅，是係苗路當個講到愛情嘅老二，佢就通情是係當將嘅，當後生，還個到染到嘅，每個人把到面相安用應該人。其實啊，我老太甲充電提倡的係講，唔係講做唔得到網絡上交朋友啦，實在係因為講一下盜圖真的動動，真的唔係講一隻螢幕後背，佢本人老家照片上係咩強殺人，有可能係騙人的照片給拿來用啊，所以也一定要特別注意啊。唔夠敢講，因為有該種看到是愛到，愛情嘅手臂太容易射出去，隨時喺你身頭嘅情況係冇，你講嘅。講嘅嚴重到安用人，愛情啊，隨時會出現喺你嘅身體係冇？係有可能啦，故說啊，真係我有老太甲講啊，吼，你係真的有網絡上嘅人同佢聊天啊、講話啊，我本佢係真的一個親格嘅方式，就會開視訊聊天，因為啊，你就會有即時面對面的，就會看。比較容易去看得出來，佢真的一個哦，唔過有上是看到咧，確定佢當然到冇是當這樣嘅世界，唔過佢就會講到會從因乖從係愛無卡無錢，無卡銀如不平，公司就算兩百無天唔啦，韓國是阿媽們阿婆拄到嘅情形，禁止卡到海關，安用因係唔係愛情嘅老二嘅手段？
系啊，其实啊，大家讲的安尼情形啊，都一般沙飞中就动家宽大。来，这家就讲其也系爱情的套路。爱情骗子的套路。就有安尼情形啊，大家就会特别注意哦。因为啊，不管你迄讲像阿婆安尼较老的人啊，也系讲你脱书脱动刀，有的博士、硕士，就会真正不你偏多。真紧就动高知识分子，不过啊，你拄到嘛个清醒个世界啦，佮讲到嘛个世界，你是走在分享嘞，就走在清醒嘞。其实啊，一边都会老太太讲几个关键词啊，第一招就会讲到飞钱。其实让投钱咧，很飞钱飞币的时候，要谈到飞钱用这事的时候，就会开警觉性就要提高。还有咧，第二招就会提款卡，讲到2钱的卡，佢讲我很加币啊，要做乜嘅，也没有特别注意哦。第三就会账户资讯啊，其实人讲无人账户资讯将来啊，将来用一下用诶，共同多。其实啊，谈到安尼事情的时候，没有警觉性要起来。讲爱啲钱啊，就会牵动重扰。假使讲我付出去个时间，爱会动注意。讲哪些会用到提款卡、写2千个卡片，莫是政府个自行不便宜呐。哦，一片啊，就人讲以前读到的唐讲的一只案例啦。其主要讲，其老钱飞出一本诈骗集团然后去发现的，比如讲中得多人我老钱帮他偷，老钱老万来我偷转来，结果呢，去诈骗集团就老佢讲，好啊，无我就我不用发现的嘛，那边错啊，那边唔想本人讲，那我就老钱飞转一本，那你做老人家账户资讯本来啊，你会本来账户会飞钱啊，你吃到其安尼老账户资讯不一定，你知道做对无？做对啦，因为钱那做得更好啊，以后啊，那你上就不对的，因为啊，佢一开始让人偷钱，让人骗人钱的时候，係拿人的钱。结果佢玩的时候，老到佢要拿7家钱来玩。系啊。结果唔咩哦，而係骗第三人，係骗人的钱拿来玩。结果咧，係骗人一波进的话，你就有可能会变到诈骗的人头账户哦。轻重要的是，你还会犯的刑法诈欺帮助犯，轻重会给你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还会给你判50万元哦。原来就安严重，还就刑法嘅刑责咯，唔过到大都到该动百姓嘅爱心嘅老二恩用嘅山哦。今年呢，你有没有老太家真厉害，都得拄到安尼情形安用的处理？好，好，大家都会看到哦，其实啊，不管很乜嘅原因啦，你喺拄到安尼骗钱的情形的话，车价就做的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。我哋喺私下用因俩用1200的当款保吼，你用5正线19天上大家就白。系啊，还有咧，因为人有同他讲嘛，基本让大追顾啊，你们你们聊天的这个记录啊，要保存下来。然后呢，还有飞钱飞来飞去，没有账户的流通的资讯，也没有老保存下来哦。然后你就拿对人家那些资讯，夹去报警察来天数处理啊。轻重要的T 3点，亚东重要就会讲，因为以前有讲过，拄到安尼诈骗就会老时间照常叫。就会夹打电话老远红讲，我账户总想不你骗钱呢，总有诈骗变成人头账户的可能，很银行赶快冻结我的账户。唔够安用因呐，钱到底哪用时，到底哪会赚了？还唔系到银行讲钱是哪会赚了的呢？其实啊，一般的那种拄到安尼事情啊，钱是哪会赚落，哪会赚落。就像大家讲的，你老时间照常用之后，你真的有老账户冻结下来的话，钱就在这里唔会被你赚掉。不过呢，你因为大家讲到嘛，银行因为你这个可能是人头账户，你让冻结你的账户，你会解封的话，要账户打开的话，银行会比较谨慎，你会懂小心的去看待这件事。比如说，也可以程序会懂复杂。时间就会来当冲。我话到当夹是做哪会做呢？冇想到。其实还会拄到重重的难关。重重难关，首日大家吼，提醒，10个提醒，适合要看清楚，请个老二系用办应该，目睭会白金掉的，韩国话，你随时会留下自信，请个注意，好诶，唔好通情留下来好冇？好，你法律里专家带研4到2篇嘞，假使讲弄好，你
你介带眼就在冲头戏看夫妻了嘞，冇事系其他家庭是推介免数 YouTube 是按赞、点赞、发罗了，any for the digital，长了了。